叫 Joanna， 我做咗 in-house 律師3年。咁轉入 in-house 嘅challenge 咧，我覺得其中一個咧就係你要喺好短嘅時間入面去回應公司內部唔同嘅 team 俾你嘅 request， 因為你轉咗入 in-house 之後咧，所有 team 所有嘅法律問題咧，佢都會去揾你嘅。佢就好似一個租約啊，一個僱傭合約啊，或者係一個基金嘅文件啊，呢啲嘢咧，所有嘢都關你事嘅。咁所以要點樣去優先處理邊啲任務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作為 in-house 嘅律師咧，都經常咧係需要為公司其他嘅團隊去提供一啲有效嘅替代方案啦。特別係如果有一啲 project 佢提出係可能會有法律上或者係合規上面嘅問題咧，咁我哋就唔可以咩都話 no， 咁就冇得做，而係我哋要幫佢諗下點樣先可以做到一樣嘅效果，而冇任何嘅法律同埋合規嘅問題嘅。